主子下有仇敌，都为不义之人，太为不义，太为不义，太为不义。阿勇就已特别从容了，君玉坐落风叶滚，换个西岭呼浪起，年年传着中原里，青雾高唱武将军，也学儿分来生。三江水南
又见上不了。你的手啊，少上岁子小，少了初见千古遗恨呐。要是我们的大王像公子这样珍重这些书籍，汉妃就不会是此失态了啊！听说秦国君王崇尚先生之约，治国用人，非庸君可比呀。哦，听说先生的师兄李斯在秦国时遇得水，以有生之间，先生怎能负秦定胜李斯8倍？秦国乃韩国所定，韩非身为韩国公子，死也不会去秦国取国。先生，有生有一事不明，公子请讲。先生看，这天下大事百年纷争，黎民苦生，这天下一统已成必错。那先生之忧是韩国之忧，还是天下之忧？以公子之见呢？先生之忧，请法家大人，请法三世之人到今强国要义，可进行天下兴亡，可建立万代功业，当是天下之忧。哦，这天下之忧，公子眼里自换心在眼里也。先生
来向先生致迎的。有生活有方才是意，你又来是意。匆匆辞别，有生有一事相求。公子请讲。有生看着书签都有京剧眷恋，有生想待在身边，随时送诺，不知先生恩许言意不去，愚兄不胜用心，哪有不许之理？多谢先生。方的之意，强言别理。只要先生不弃，少在一年，多在2载，你我定有同我自身。好，此次愚兄强手以待。这是公子的备用，或者分明是女子的备用呀？莫非公子2年后，秦国10万大军攻韩，韩军大败，2万将士被俘。秦军乘势强令韩非不秦议和。为救韩国与2万将士，韩非吻别父老乡亲，来到秦国咸阳。
是啊，是这样的，是祸是祥啊！小姐莫非是？先生之忧，且发家他臣，且发三思之人，到今强国要义，可进行天下兴亡，可见你难的功。你真的是你呀！一别两年，总算把你盼来了。校长改罢，韩非竟未有丝毫察觉，想来真令人汗颜呐！你呀，就业心切，冒犯之处，万请先生见谅。唉，一别2年，想不到竟然实情相见。为了你实情相见，你让我可真是费尽了口舌呀！哦，先生。
强要换妃十斤，竟算是公主你的主意吗？要不算先生能追出韩国来到他前吗？你太过分了！该死银主，怎要该死银财？这有什么过分吗？10万大军为韩妃一场厮杀胜出，你竟生气！要不是宁阳飞身劝胜，只怕先生与韩国结义放了。韩妃，宁与韩国共策划不，韩国苦亡，宁阳绝不让先生随本殿伤害。你，皇兄之在一统天下，第一个要灭的就是韩国。是宁阳见皇兄仰慕先生之心，识同他来要先生战争韩国，难道宁阳错了吗？是。韩国君王将先生视作罪魁，先生若不追出韩国，永难作为。宁阳不是一定要帮先生成为天下之皇妃，难道宁阳也错了吗？这个2年了。宁阳时时牵挂，夜夜思想，势必记住10万大军宁阳哦。我哪年哪月才能见到先生之面呢？他心里一片真心。王先生，你们快奴才把谁请来了？因为你是千古公主，韩先生，你是要凶，眼帝与兄出使燕赵，归来亲自燕帝之情，好呀，真是喜出望外呀！红裳不比不相与，长衣情郎令人发公眷侣，谁苍苍飞雪碧，龙啸一样风云聚。公主为你是保佑
还非乃亡命事情，真实是鬼情呐！哎呀，也的过于了，乱世今在，理当断效严重。大今40中天，这是你我建国立业之地呀！有兄之言，还非明白。算故国总统，还非贞观古文，还非向大王上书陈汉，恳求定转以后，欠归2万转付。还请岳兄听一时，待会向大王陈情，一切举国父老，愿望之心呐！属历40年，这个嘛历史不为帮，也帮不了。这是你的上书陈话，大王命令是前来陪我。这是何意？大王已召集定义，李大人引章据典，索调批驳，深得大王之心，大王已决定发兵灭汉。李大人，王兄他怎么讲？大王的历史明显招数，若不一同死在兵营，3月之内大明皇宫。你们既要灭汉，为何我要强迫汉妃杀妻？先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大王与公主是爱先生之才，并非对你皇宫有什么好感。再说了，皇宫与秦国在近，皇宫尚是鸡飞狗跳，岂不让人烦心啊？呸！大秦英烈，万贼逆政，大为割舍。送客。公主莫要忘了，汉妃乃汉国使臣，先生就是天下之才，定转残汉乃汉妃使命。秦汉之作一步可避免。早知今日，你们为何还要强迫汉妃杀妻？你来京本来就不是为了汉国，我知道，是为了大计，是为了你们的大计。先生应该授予他情。先生说过，唯有一统才能接受500年之内正传，至今能够一统天下的，唯有他情，唯有他情啊！一统天下，唯有大齐，唯有大齐呐！进来，我心中两军得逞，乱纷纷。
韩国是我父母帮天生开肉连扎心，总是害望孤儿我真诚开。哥哥亲人再遭杀戮，我鲜血淋漓，鲜血淋漓。难做他难去还活人，我难去还气还。气还，气还我，气还二十四来的，怎问我气还，全还我。天将了，他就先将我人人爱我多人，爱我当然。不愿去总要心有先生正要放弃换歌，一想去后嘛。先生此次作为将是韩国的千古谁人呐？韩国法知名臣，韩非所天下心呐。你两位换国不是为秦国将士拜谢先生。
为呀？李氏正在为万大军征调粮草，你不要瞎忙了，万国要无兵解放啦！公公，李氏不在，望公公赐教。哟，大谦虚呀，怪不得讨人欢喜哦。不像你那位董玉，两只眼睛长在牙口头顶囊下，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公公，哦，告诉你，大王接到黄先生启还巨物的相书，可高兴了。昨晚上与黄先生彻夜长谈，今天与国务欢宴啊！公公，不知他们谁打将军什么？都是些公事公办的话儿，什么法律啊、国策啦、初动会、私动文。哎，我说你们俩私出同门，可过于高招啊！我师弟高傲精灵，李氏可不能进。哎，有一点他倒是比你厉耶。哦，公公是谁？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宁阳公子啊！宁阳公子，大王爷宁阳正是被皇妃为师，朝夕相随，又帮皇妃指使列色，我看很快就要嫁妹奉香啦！哎，我说你呀、怎么就不找公主欢喜你？皇妃要是真封了香，我看你呀、就没戏唱啦。一句话惊得我心短，是多可惜碰到头。本以为高恩过了皇帝怎料他是侧进门，皇王下兵不知，皇妃奉香把头抽。可叹我可心经营多少载，一朝成空覆水呀绿。金陵百姓梦一句，我怎能缩手待毙落云头？转来为什么心我惧？大王既然对我那师弟言听计从，那么我言听计从，道义理听。我管大王在外地是皇妃要监设法，皇国的2万尊子，2万尊子。
我真正是娘一天呀！哟，好鲜艳的稻花呀！这是公主亲自送来的。公主听说这里的暖风上有一种暖阳灵子，可以使病痛。蒋先生，他便亲自供你到暖风上为你采阳去呀。公主，她亲自去了暖风上。他还让阿郎把这房破事交给先生。想你的阿勇哥啦。先生说过不当丈了，阿勇哥是要回来了，对吗？是啊，先生就等着和你们的喜酒啦。我弟今我们定的婚期是6月6，弟说，等上绿红的时候呀，我家阿兰就要做新娘了。
出了什么事了？你快讲，快讲啊！先生难道不知道吗？金军将士运送上了，将我们两马换国官府押进身上。如今龙剑西发，刀剑横飞，我们两万兄弟，我们坑杀在暖风山呐！你说什么？两万兄弟，我们坑杀在暖风山。暖风山，你说的是暖风山？韩先生，暖风山一场屠杀天地魂啊，两万专属花永弟兄们临死怒骂一声声，骂你卖公娘何根，歌唱北京名不正，国际不成名不正，祖国的子民成上路，亡国的百姓相随。先生啊，你各位韩国真亲亲，天作军兵一心大众，各位韩国必要有自私高举，云丝月影，两万四国对称山你是错罪为你。提财神啊，提财神，还用逃出鬼门关，要得阿来回家门，与还
长虹给的，环飞深深，一张口啊用啊难。你们好好楚秦王共1000群，我曾将七级手，我愧将傲国断，我苦将数字手，我来往心底留。为什么？为什么？我跟上身穿根枪换来2万名上断三根，这今天才往谁之门？乱风山，乱风山是人在我心头。难道是阴阳菜呀？是前头杀回他有今日云门。晚风一缕，心欢腾。不知真相是何去？先生，你从暖风山回来了。先生，你看，我在暖风山为你采来了千年灵芝，你看。你要我看什么？你要我看他口上有2万韩国专夫的鲜血吗？2万条生命啊！谁没有父母妻儿？谁没有兄弟姐妹？那叫不得盼着亲人委屈？你们今生心下此
来可情色相依，这就是你的梦系红衣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韩非，你私通逃犯，与他万同死，请且慢，禀公主，属下是蒙命追捕他，无妨。是韩非私通逃犯，按情理乃必死之罪，是困是杀是粗劣，是令之韩非官员临财啊！先生，这你们都怨我，这先生。李清，少安经理韩非私通逃犯，该当何罪？为禀大王，万事在今，私通逃犯，当初斩役。怎么说？韩非必死无疑了。今日是此，发布用尽，请大王审查。韩非一事，大尽国相，可就非亲莫说了。大王，李使者作为大秦扬名，不过与本地私信放弃。以李清之罪，大秦国相并非妄想。不过那边一想，这边杀父。今孙还有人专门指引准父，倒是韩非也滚。你不觉得太巧了吗？大王，韩非乃韩国公子，倘若和平随和韩国王室万岁，韩非岂肯专心要忠大王？李氏坑杀万夫，实乃一箭双雕，恳请大王审计。宣韩先生觐见。大王有旨，宣韩先生觐见。
平生。今日寡人只有先生自个之策略，更为敬佩。我大清一统天下，实需先生这样的英人。寡人要请先生出任国师哦。大王，汉妃身满情理，但必死之才。先生不必在意哟。多年来常被动，先生主权，平天下离不开举立心间，30日大金莲，八位一生言，先生恰可以王天一寡人有讲过自卑，再续阴阳阴晴年，王先生断是汉国定于年，为大计专心致把功结。大王恩宠了，这是汉妃有一件大事，把事不得其解，欲求教大王。看来先生国根深厚，不吐不夸呀。好，既如此，先生什么？汉国君王既已勋位层层，何必随汉采访？秦军为何还要坑杀两万汉国尊父？什么？先生有问寡人之才吗？汉妃不该，以汉妃女见，大王自阔天下，断不肯因此采访儿的小人伎俩。此日之间，大王并不知晓。真人天上，杀神隐隐，两满尊父区区小事，不作为大。阴阳并非专长，杀人必得有法可依呀。先生只是通行接受，只因为师弟都是汉国之臣。大王之人一统天下，当是天下人极为之命，我失之何怨？此次滥杀，天地何才？天理就是大王，大王就是天理。道在，请来为我生人不尊，屡屡犯错。因白发老娘专专病态，恕之为代啊！只是奴才劳心费神，不能死气。也是不可而用，如此重负，怎可专心侍奉君王？奴才明白了。大王，杀父极其过头，等于毁其hon义，众怨必然，有言专乎啊！先生多虑了，毁其hon义，免去出走，万国杀犯，不过一转而灭，也免得先生总是引诱转前顾后呀。大王，汉妃并非只为汉国忧虑，更是为了他情啊！既为大晋，我灭汉何用？敢问大王，一统六国为了什么？劳心争转又为了什么？一统六国，只为见万世公义；劳心争尊，只为昭示天下。人我在场，言我在
帮。韩非以为一统六国是为了六国早日安宁，劳心征战是为了天下早日无争战。你是自然当兵，也攻好龙，强而无道，必是天下人心。寡人无为天下人心，寡人要的是先生一颗归尽的忠心呀！大王，这是奴才对大王的一颗忠心。告诉先生，这是什么？先生，八法老娘不愿sau告，一心儿哟，自刎而死，这是sau告老娘的一颗忠心。烧高就可以，一心归你。大清了。难道大王也要还非死此归秦吗？先生以为你一声笑问心传断，万众之力用心断。草稿翠影都荒蛮，杀夫原来是愚昧。你这是何意？大王哟，王子正走满天，要哭在耳边，尊长雪虎是难免，蓝色无辜是回天，大王参与同来，司马明是真八年，大王参与同来，自爱汉不真讨亲，大王参与同来，法子为上不可破天，大王参与。今日对待万千人，我心为君下一生所以
云阳监狱。没有闹鬼嘛？秦王兄听人言，宿舍中言。什么事？是吧？王兄，云阳乃死囚之地，你怎样处事还先生吗？寡人对他生何等恩遇，何等恩报，使他还心不死，直接与我打去。先生同命天下大事，事情希望真是还心不死。寡人从容之人，必须要忠心协对与我打去。王兄能用天下，难道就用不得先生一点点孤国之心吗？他不是一点点，他是刻骨铭心，丧心病狂。先生乃深明大义之人，是否没有肯付事钱？肯付怎么了？肯付怎么了？啊！你要由他来教训寡人吗？王兄，我的哥哥。
多担此座千万重，一片出人可对啊天。救王兄兵在雷霆怒，量他无言翻天言。救王兄真是该死人，赐他负债出牢监。救王兄快为那真言，留他助你共业间。救王兄快在死神面，用他孤自行成一呀点。王兄啊，先生啥子找不成，小妹我就是该死要死，为言不问生死那间。寡人因为自己死才。真的，公主，你的为君专人国王一样，这要万先生为心作揖呀！什么？李氏去云阳了？去王新娘小妹前往云阳团望先生。王兄，去吧。谢王兄。韩延礼，你要与同去，我将你带来了。韩妃谢你了。延礼，三思啊！听说秦国瓦汉的大军，明日就要发兵了。是啊，这将是一场血腥大战，这不正是李大人所要的结果吗？当李大人把2万专夫的生命压到你仕途多蹻上的时候，韩非就没有了别的选择。 2万专夫，防卫韩国就是2万抗秦大军。李斯身为大秦定位，理当为大秦守门。可惜韩非终不是李大人心系随恩呐。秦王之事，韩非之法，李斯之作，山贼和也身居大业，这境界本不该任由圣子而是啊！ 一定呀！你怨我恨我，我领受多少苦楚难受。你是蜀军之中中大略，这大略恰要我一转一瓦非成谦虚，啥比记得君王事。
还请李大人交还公主，告诉他，作为他见公主，去暖封山关上坑杀汉妇，心欲空愿啊！眼底口是我为了，暖封山免因法令，公主这次去了，历史也绝不会让她困到坑杀汉妇的上面。也是结婚，错怪你了。营养不必责怪于他，这却是汉妃自己的选择。都是眼定可怜，都是。先生，你虽然冒犯王兄，可王兄他并不愿让你死啊！可我必须按照大王的意愿玩，你看皇兄能做得到吗？这2万汉妇陪我坑杀，汉妃是何为去面对他们的亲人呐？这大秦不汉，故国必亡。汉妃虽然明白大势所趋，可心中却是道德兼存，生不是死啊！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呀！
真话学心中放下眉，算将你往胸全尽为先生。胸挂陪娘八代大将十里鼓吹你去小妹万一万还非寡人都是按照先生的发家之用，驾驭上纲，下平天下。为什么？为什么呀？先生偏偏与寡人谁乎不相容哦？因为先生视你为神教自己，因为你让先生看到了梦想可以成真，更因为先生期盼王兄能成为天下真正的王。天下真正的我是故国之秋收，同尊父之亡命，不汉非之实为作业，为民生落恨，秦王使臣，天下之王，天下之王。天下之王。
要送先生为还不去吗？为还不去。